俺这老人比张会邻居别克一人的来电这种这些，每个通过中的别混的个了是比个帮助没把动，没些门不下了，拉加上着哇，第真的7岁不灭起，老祖也不联系把细语，第二你懂中啊老了，张会邻居老祖做把嘴巴动，北京这是你苦西到鸟来些呢，用这接起来，在进咱们那做得到了。用这些比个别米要么些倒一把的。这就是我们设计娃娃的地方，我们的吉祥娃娃，这些全部就这样子，你看这里面打样设计，那人都说那个下就把花弄到进来设计进来，嘎，设计了以后就拿到高头去生产。你上去看我们车间头嘛，车间头我们做娃娃主要是我们车间头下料，下了以后让老百姓自己拿回去做。今年广东新半年鸟来些呢，没些门不得用需要，在近的2年。通过中大家人家3天天人做里了，人把嘛些，没些做一个训诫动，我这家人玩的了，中意。你动叫俺老了，来做空给天气4家下来，用过本季这种绕鱼。你动这种老了，老做空，绿着月比鸟来空全部是水。在其中3年第几个人家动，有个顺着些比民雄3把的车。点嘛些，上海动，香港。这边说是乔家从小学的，俺是听不懂。自从他当书记以来，我们这个社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大家都幸福那种。总要不这样，没一层面，每个在近的人，没人家这个从到抓紧的这里，3年半就培结了，曾经真特别的话中。人家各位联系马来呢，相比学习干你着，多嘛了，满个这干俺都退役。天气3天中，天气节目写起，张会联系我写送。拿去回去做了3万多个娃娃了，我们也卖了一些出去。你这边今天主要过来就看看你那个前期那笔贷款用途了，然后你不是后头还要贷一笔款，可能还提供你一些个人的那种资产都可能要进行一个抵押。这个说了，全部我都交到你们这些。这期了3年时间给家属全部洗把动。张会联给我用西特语，人家张会联给做嘛了我些年，马公弄修给谁的，没些卡西了，天做啥玩意？刚刚做了，找你做，在屋头。我今天来那个合作社入股的事情，我想听下你真实的想法。哎呦，张姐嘞，你晓得我的情况，没进入社区的时候，你晓得噻，就在屋头做点海淀子，交给你们社区再帮我卖，是不是？月工资才那么600多块钱。反正我来的时候我就晓得你这个情况，我这个就是第3次到你这儿来。如果我给你担保呢？这个担保，你这个期限也是好讲的担保，你担保个时间短了，我还得起吗？那个你慢慢来噻，你每年是你要分红的。和自己挣的钱一起，早点还完以后，你不是就有本钱了？你现在不要看到眼前这点，看远点，老了咋个办？你把这个想清楚了，你估计应该要入。你想一下，嘎。啊，我想我再跟你说。我现在跨科网，俺的用的卡加西，张会来了，好像搞不远比，我们不摩托娘的来点先生，老姐马上话，我现在马工的水平没些做了，开了。现在你们2个的收入还是要高点了吧？比原来要好点咯，比原来是好得多了。你看嘛，这是我那个还款凭证。18年6月份就还了。啊。半年多嘛，1年不到你就把它还了，那非常不错。张会来了，这话哈中间，地上通过这用处了，给着全部月把嘛些，有了这荷兰说是总特约。他们牛了工给这广东6年工，别没立这点的所喜悦。背后你个了，他们帮助没办的月把多，地上点着这弄个小娃机，才接了3把，人都能那有的没些这个线路，主要保密喜悦。我个人的话特别厉害，现在真的是非常可以。吉祥娃娃的话也在逐步的往外面推销。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这个吉祥娃娃，我也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欢乐，很多的开心。